蝶豆花，蝶豆花，看看那个花哈，来泡，来煮热开水，哦，是颜色紫色的嘞，可以改善糖尿病嘞，改善那个高血压嘞，哦。哦，会早时个花足水个哦，哦，啊，敢像一只蝴蝶安尼哦，啊，蝶豆花了吼，高价值的嘞，哦，改善那个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症状的吼，蝶豆花泡热开水咧，要用迄茶馅哦，听小茶安尼，听小茶安尼，哦，水啊滚啊翕着啊，啊紫色的哈，你要讲改善糖尿病啊，是要做遐袂，哦，蝶豆花才好味。嗯，才有价值的。啊，金银花是咧改善迄个做退气血啊，才泡热开水啊，温壶，袂使食冷，袂使食可以。伊啊，规顿鱼肉的，毋通食金银花茶。这茶豆花，毋知敢有迄个禁忌。茶豆花敢会冷？袂啊，